来到新闻的介绍，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来食无共的手路料理。来看到去泰国佚佗，有人捌食过山野煮米饭，其实免到泰国，在咱台南就食会到。来看到这阵啊，台南拄啊好山野大出，一个查某人陪日咧人面册，讲伊陪因人来到台南的祖厝，大家摕山野出来，叫伊讲敢要摕去配饭，还伊想讲敢会是咧讲耍笑，定准讲是大家乌空要互伊跳。文章一个抛出来，就引起到网友大家拢回甲真热，有人讲。古早本来就是安尼食，嘛有人讲安尼配饭，害伊食袂落。山野下皮切切的，香香甜甜，汤真济，热天食这俗着味。不过民众转起来家发现山野，佫会当安尼食。白饭顶下放几粒块山野，网友讲伊转去台南来家，听到大家问因翁讲，敢要加白饭，互伊怀疑伊敢是互人创治啊，所以就上网络问讲，台南人敢拢安尼食？啊，伊的大家官佫讲，山野白饭佫有无共的食法？搭吗？我觉得不搭，咸甜咸甜的，甜的还是甜的就好，它突然有一个咸咸的味道。我不太搭。白饭山野搅豆油，互民众食了真袂惯势。其实有人讲这是台南才有的白饭山野甲豆油，这三项南做伙食，才是阿嬷的口味。较早是饭搅猪油、搅豆油，啊加山野去，佮加一味，佮愈香。其实甲果子加入去菜内底，伫别个国家是真正常的。煮米饭搅椰子奶，佮加山野入去，这出就是泰国料理山野煮米饭，嘛是真侪人拢真爱食的甜咯。拌那个椰奶，然后好了之后，然后我们再加上芒果这样吃，这是长糯米，跟白米饭的口感不一样。有人讲，这种台南才有的山野配饭，有可能是早期的人因为物资较欠缺，才会安尼食的，想袂到今麦会伫网络顶的引起话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